欢迎收看《台湾商界》，我是阿明张伟民来看到中国侵害网络资讯，危害资讯安全，应该讲是世界有名吼。尤其咱看到讲吼，美国推出这个 CleanNet 清气网络计划，小连数嘛，针对着吼咱讲的危害美国安全的手机软体 App 应用程式进行处罚。但是咱讲 TikTok 哇，逃过一命啦！安怎讲咧吼？因即阵向这个美国这个法院申请着临时禁止令的这个动作吼，哥伦比亚地区联邦法院做出裁决，嘛要求暂时停止着政府对 TikTok 应用程式登录的这个禁令。但是，一般认为讲 TikTok 这个应用程式原来有侵害个人资料这个疑虑啦吼。更加爱说明的是讲，这个临时禁止令只是暂时保证美国用户会当用着会当取着这个 TikTok 这个管道，但是11月咱讲成效可能有更较大的这个禁令，可能过来实施啦吼。长期尾就来看讲美国和这个中国安怎来去做一寡这个资讯战、甲贸易战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啦吼。另外，咱们要看讲这个美国司法部如果点名点名这回是咱看到是 APT41 这个中国黑客组织啦吼，包含这个5名中国籍的这个人士跟2名马来西亚的这个成员吼，因去用指控上来包含美国甲台湾在内因是讲攻击的有超过100多间这个公司啦吼，直接偷摕资料。另外，同款嘛是偷摕个人资料这部分，咱讲到尤其亲像讲马前总统，又个这个是咱讲外交部长吴钊燮名单拢伫这个名单内底啦吼。咱看到这间或者是晋华数据公司啦吼，咱看到伊讲这个数据公司本地是要整合着全球的这个数据啦吼，也要帮助中华民族伟大的这个复兴啦吼。但是咱看到伊的背景到底有啥？有中国政府、解放军甲政治的这个单位啦吼，所以咱看到真正拢受到互监控啦吼。咱讲台湾嘛，差不多1500名至2900名，政治人物也好，艺人也好，也是讲台派人士、统派人士拢受到监控啦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守护咱的资讯安全。这部电视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邀请台北科技大学智慧财产权研究所副教授江雅琪。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教授你好。第二位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刘国成。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第三位邀请到公投护台湾联盟总召集人蔡定辉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要带大家来看讲这回这个禁令啦，咱本地看到讲 TikTok 这个 Trump 这个下令起来，要甲这个下载这个禁令开始要来实施，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对2月开始本地要用这个国家安全做理由，禁止美国这个用户袂当download TikTok 这个手机软体啦。不过联邦法院这个法官最后嘛是批准着 TikTok 因的这个公司啦这个请求暂停这项禁令，或者 TikTok 暂时免受人禁止。先做回来看。伫美国有1亿用户的一门短影片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暂时逃过一劫。华盛顿邦地区法官尼克尔斯伫27日罕见透过电话听证，听出 TikTok 甲政府双方论点，搁伫最后时刻批准暂缓实施禁令，允准 TikTok 暂时用免落架，暗过驳回延后11月12全面禁用一期的要求。风靡全球年轻族群的 TikTok， 因为母公司直接跳动是中国企业，引起言论审查甲治安记录。川普政府指控直接跳动甲北京政府关系真深，以收集用户数据甲北京当局分享，危及国安。要求苹果甲 Google 旗下应用程式商店，为9月17日暝11:59分起停止 TikTok 下载甲更新。美国即卖用户应继续使用到11月12日了后，就全面禁用。暗过 TikTok律师霍尔表示，这禁令有处罚性质，是以前唔捌符而且无合理，封杀一个几千万美国人使用的公用论坛，并是出自真正的国安隐忧，是总统大选当前的政治考虑。就算暂时落架，也对公司发展甲商户造成迫害。也佫指出，落架令根本无必要，因为 TikTok 已经展开所有权重组谈判，甲美商、甲股本、甲沃尔玛达成初步协议，成立叫做 TikTok Corp 新公司，接手 TikTok 美国甲全球大部分的业务，佫得到川普的祝福。不过因为主导权问题卡条例。这个案件目前也无得到美国商务部批准。今礼拜日，美国政府针对中国通讯软体违信的禁令，也被加州一名联邦法官冻落来。记者综合报道。
咱头头讨论到了吼，这个美国是用国家安全做理由，要来禁止美国用户会当download TikTok 这个手机软体啦吼。其实咱看到这个美国吼禁令是一波又搁一波啦吼。咱先要来请教咱的江教授啦吼。咱看到的这个过去美国 Trump 政府已经打甲真硬，伊讲吼，我就是要 clean net， 我要甲吼一切排除掉中国吼会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 app 也好啊，手机啊、电信公司也好，你安怎看讲这个禁止啦吼？有人讲。啊，这个 Trump 是政治考虑，还是伊真正危害到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咧？主持人，其实头拄仔咱有讲到讲资讯的安全嘛吼，咱即马其实吼，若是伫网络观点，咱的资料、咱的个人的资讯，其实吼，咱使用虾米 APP，拢会去有公司内底，伊拢会知影你的资料，啊知影你介意虾米哦啊。知影这资料以后咧，伊就会收集足侪真侪你的情报，是，所以这真正是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啊，其实 Trump 伊是讲，这间公司伊会使继续，但是一定要为互美国的公司来控制。OK。好，所以伊第一轮的谈判呢，其实有2间美国的公司，因已经有讲到讲，我要买下20%TikTok 的股份。是。好，那因为 TikTok 的后壁头其实就是 ByteDance，也是一间中国的公司。啊，中国的公司伊按照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若是政府有需要的时阵，伊会使要求这间公司来提供你的使用者的所有的资料。是。所所以若是讲我即马中国政府有需要，我要求这 ByteDance 提供你的子公司 TikTok。后壁在使用者、美国消费者的这资料，咱当然嘛是有真严重的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他拄就讲到讲，有2间美国的公司呢，因是讲到讲，伊会买下 TikTok 20%的股份。是。本来 ByteDance 伊内底80%内底，就有40%的股份是美国人来持有的。所以80%内底40%、32%，加上这20%，啊，就超过50%咯。哦，但是Trump 佢讲哦，唔是安尼哦，我是爱全部的控制，唔是讲50%就会使互你过。哦啊，而且咧，中国政府伊伫8月底的时阵，伊个增加一条法律，安怎咧？伊讲到讲 ，ByteDance 伊内底迄关键的演算法。这袂使出口，是，所以你会使买这间公司，但是咧，这内底关键的技术你袂使买，所以即马的卡伫遮，卡在这里啊，大家拢徛伫遐啦吼，袂进前去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其实咱看到这个 TikTok 也好，也是讲吼，美国即阵吼禁止令，但是咱头拄嘛看到美国联邦政府这个动作吼，这个地区政府啦吼，毋是啦，咱讲到这个哥伦比亚地区，因为这个联邦法院啦吼，因为这个动作。安怎来解读？咱继续来请教张教授。哦，头拄啊，这个江教授哦，已经讲啊足清楚，就是美国政府吼，已经开始对中国这种的软体吼，这种 APP 吼，开始要注意。吼，就是因为吼，伊虽然表面上伊是一个民间的公司，吼，所有用的拢是民间一般人，吼，都是足趣味的物件吼。但是咧，因内底就已经有可能就是有摕到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每一人的这个资料是，吼，而且咧会当用这个吼做一个这个路吼去摕到吼美国政府可能的这个网络上吼无受好中国知影的物件。所以不管伊咧这个细节到底是安怎吼，咱看到即届的美国政府吼对这个中国的自信的这个产品吼，不管是这个设备还是这个软体吼，拢已经。非常的感觉爱注意，但是啦吼，我是台湾人，我较关心的是咱台湾的状况吼。是，这个咱看到吼，美国即马对中国这种的种的这个限制吼，甲安全的这个重视吼，咱台湾敢有对美国行？拢无咧做呢，大家也是 TikTok 做伙耍做伙用啦。对，这个主持人讲的足正确。好，你讲这个 TikTok， 这个台湾嘛是足普通的嘛，是啊，好，得足侪人咧使用嘛。好，这个 WeChat 足侪台湾人嘛会得用嘛，因为尤其是足侪台湾人去中国做生意，还是联络。好，这个 Line 还是迄个其他伫中国足侪是袂当用嘛，所以拢用这个 WeChat。但是咧，你实在用 WeChat 吼，就代表讲你足侪资料吼，中国政府是会当家己掌握。拢掌握起啊。所以但是台湾吼。对，不管头拄啊，这个CG 讲的这3间公司吼，这3个吼，华为嘛好，TikTok 嘛好，WeChat 嘛好吼，
完全无甲美国做伙嘛，完全伫台湾拢是非常的自由，所以讲咧，未来台湾要考虑就是这个两种情况，就是第一，中国只想要这个摕到美国的这个资料，无想要摕台湾的资料，当然我想这是无可能的代志。第二呢，就是咱台湾认为这对咱的安全无威胁，是，但是我个人认为美国拢感觉讲这个对美国安全威胁那有可能颠倒这个中国对美国较歹，对台湾较好，无较威胁台湾的安全。这个讲实在我是无相信。但是咱嘛想到讲这个部分啊咱台湾也是真正甲这个 TikTok 甲禁落去 ，WeChat 甲禁入去，哇，台湾人够一派人都要跳出来哦。第一是一派人一定跳出来。第二是台湾事实上对这种物件、这种依赖这种的需要使用伊的程度可能比美国人更较济。是因为台湾人爱去中国做生意还是来往需要用到 WeChat 的这个比例绝对比美国人是高较济，加真济。所以真正的问题除了这资讯方面的问题就是咱经济社会。这个文化各方面对中国的这种的哇中国的程度可能已经大到这个对台湾的安全咱爱甲注意的程度。就是对台湾这个部分有影。咱嘛看到讲，其实咱咧讨论美国甲中国这个资讯战也小拍啦但是咱台湾伫遮扮演什么角色？其实用的人也是真侪，亲像张教授所讲的咱嘛来看讲，这个华为其实伊就是下介绍啦其实伊的这个镜头也好啦，资讯也好，拢设备拢袂歹啦但是咱嘛看到讲，其实伊危害这个部分啦亲像讲你的资料会透过电信怎啊传到中国。大家拢是事上有听过，这回美国这个禁令赶快嘛是达到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部分所以咱看到9月15已经生效啦咱讲台积电也好啦，联发科啦，也是讲这供应商拢爱停止掉，搁再甲华为提供这个货品啦另外嘛，导致咱地区讲华为面对着这个。chip 这个较欠缺这个压力咱嘛看到讲华为本地按算伫咧2021年这个 smartphone 的这个手机出货会当超过5000万机啦但是咱讲真正因为这个禁令，咱的 chip 无供应予因可能倒退10档有这个赞助伫咧。另外咱讲到这个 TikTok 啦这个咱讲对方或者抖音伫国际版本或者这个 TikTok 啦这个 TikTok 就是改变你过去使用咱讲 YouTube 看长片这个概念伊1分钟你就会使去收看，但是这个收看落去，其实真正你的这个开始伊的这个演算法就开始豆豆来去演算，你用着这个咱讲 TikTok 这个 app。你其实伫你的面册头顶看的，拢是差不多这1分钟的这个短片，大家唔知有去注意到无其实伊的这个演算法实在有够恐怖啦所以美国开始禁止讲download 这个 TikTok 这个海外版要求苹果Google 将这个落架啦另外咱看到这个，因为这个TikTok 向这个美国联邦法院就是这个哥伦比亚地区来去请求咱讲的这个禁止令来暂时停止这部。有这个有起伊的这个咱讲成效啦，但是买手伊的这个影响可能是11月才会看到。另外，咱头拄也嘛讲到 WeChat 这个部分咱台湾人事上和这个可能伫咧对方的这个有咧做生意，咱这个台湾朋友有咧做一寡直接拢用的 WeChat， 所以咱对伊的这个依赖性有够重啦。但是咱要来个请教蔡教授啦其实咱看到这个部分，咱讲美国甲这个中国这个资讯战安尼相拍啦，头拄张教授嘛，甲咱建议讲，真正台湾人着伫资讯这块爱非常的注意。你的部分呢？你安怎来看讲？这回美国甲中国安尼拍，但是你身为一个台湾人，你过去嘛是享受监控的，你安怎去使用？其实我先甲这个美国甲中国最近发生的这资讯战搁向前推进一步啦。是，这种中国要伫世界争取这个霸权，伊伫要打击台湾。久拢拍袂倒啦，是，所以伊感觉美国对台湾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伊的手段就是讲派中国人去美国设立公司，用一般百姓的身份其实伊的背后拢是中国共产党所支持的啦。去设公司过去美国人较天真啦，即马嘛是较天真，即马是因为。川普的关系，伊发觉讲
美国长期对中国很好，但是中国趁钱了呢，佮倒转去要甲美国淹落倒。当然，川普伊感觉讲安尼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无好的啦，所以最近这个战略观点呢有一个调整。所以就是讲，头我张教授咧讲这伊讲伊讲的真正确啦，就是讲伊伫美国特别用甲安尼啊，伊对台湾当然就是会进一步嘛，只不过就是讲咱台湾的情形甲美国个的状况佫无共啦。咱台湾是有差不多45%的中国人住伫台湾呢。这个人就是头我主持人咧讲的，就是讲这个人，咱目前台湾的政府若讲要甲禁这个 WeChat、TikTok， 因这个人一定拢反对的啦。因这个人就是徛伫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伊当然嘛反对，因为伊这个人就是咧配合中国共产党，不管是要去甲美国用个放弃，啊，甲台湾甲吞落，伊这个人就是伊的助手嘛。是。所以就讲这个公司本质上拢是中国共产党背后控制的啦。我这边是因为伊这个监控的名单内底有我。其实这边监控的名单有我嘛无啥物，我无感觉特别惊吓啦。因为伫去年我记得毋是去年，就是前年美国迄个中国共产党做一份迄个叫做台独的扑克牌啦，就是迄个科技棒啦咱在讲科技棒，迄内底咱阿辉伯啊，前总统、副总统啦就是老 K 啦，蔡英文总统就是 Queen 啦，就是迄个皇后啦，我是一个啦。一个其实因毋捌扑克牌啦，一个就是上届用的迄个 S 啦，即我是黑桃 S， 所以就是讲安尼讲起来，讲伊这边甲我的名单放伫因内底讲以前伊嘛是认定讲我是台独的 S 咧，这边我感觉我的名单放伫因内底淡薄仔互我有淡薄仔安慰啦，因为蔡教授安尼讲起来是讲这个受到肯定啦，但是这个肯定是咱讲咱讲中国对这个台派人士伫咧做台独工作的时阵，伊原来要甲你监控你的资讯来，你的人际网络安怎看？其实伊的这个监控真严头拄这个蔡教授伫咧私底下讲的伊拢是使用面册。咱头拄讲的这个 TikTok 也好 ，WeChat 也好，伊拢无咧使用，但是透过这个咱讲社群媒体的这个收集的这个资讯嘛会当甲你做一寡这个监控，尤其这个咱看到讲澳洲广播公司嘛已经报道讲中国这个数据公司已经收集超过200万笔。咱讲全球重要这个人物头人啊，即这个个人资料拢互逼出来。其实咱头拄除了这个蔡教授以外，还有2900多名，亲像讲马英九也好，宋楚瑜也好，咱头拄嘛一直讲到这个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好，拢是内底这个受害者，咱先做来看。中共当局这几年无血本讲真济，澳洲广播公司则报道，2017年成立的新圳进华数据公司收集超过240万笔全球有影响力人士的个资，建立数据资料库，传出甲中国嘅空军甲情报系统有关系。昨日美国媒体自由亚洲电台佮报道，其中包含2900名台籍政商名流的个资，应分为7大类。譬如前总统马英九、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外交国安法界等人士，也有地方首长甲民代、科技界、民运甲学界甲娱乐界人士，甚至这人的亲人甲伴侣。内容也有有 email 地址这个资，也有部分人士法定文件甲犯罪记录。民进党地委蔡若宜、甲无党籍地委林昌佐的太太，也是闪电集团团长的叶尚仪，也拢伫名单顶悬。他身为闪灵的团长，也是闪灵的代表人物，在国际之间的知名度本来就很高，我跟他都不会对这个名单有非常的惊讶啦。以想讲用安尼监控的就有办法达到吓阻的效力。事实上我们才没在怕的啦。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辛炳雄分析，中共若想要发动混合战，干预网络言论，会偏向收集一般民众个资。这数据库较针对台湾重点情报甲统战情报工作有关系。
针对一些统战对象，譬如说我们的一些政治人物，然后可能比较有可能会听中国的话等等之类的，或者说学校的教授啊，然后艺人，他最主要是要抓他们的人际网络，然后抓他们的这些动向哦，他们平常跟谁互动。伊表示，微数据库因知影部分中因看出80%是公开资料，目前看袂出危险，确实有心人士对资料来分析，应整理出这人物的个性、人际关系有关爱国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头拄虽然讲哦，蔡教授讲啦吼，这可能无遐尔 surprise， 无遐尔即个惊讶啦吼。咱讲吼已经习惯啦，咱讲过去即个监控，但是就是亲像伫咧社群媒体安尼啊，资料。逐日吼，豆豆甲你偷一个安尼啦吼。啊，咱搁来看咧，咱就看到讲吼，即个数据公司啦，咱讲2017年开始成立，啊伊吼，咱讲即个晋华数据资料公司伊即个执行长叫做王雪峰啦吼。啊，其实礼拜伫即个 WeChat 头顶批评即个伊团媒的即个创办人李志英吼，甲即个台独工作者。另外嘛吼，佫有安排着即个高级的研发工程师吼周平吼，伊捌开发着即个军力部署的即个系统啊，所以伊主要要提供即个数据资料，互啥呢？互咱讲的人民解放军哦，佮中国共产党啊吼。所以咱头拄虽然讲蔡教授讲啊，这无遐尔惊吓啦吼，但是伊买手即个资料是要互人民解放军甲中国共产党，安尼就应该惊吧？袂啦，嘛袂哦，袂惊啦。过去中国国民党伫台湾军事戒严的时，咱迄阵颠倒较惊啦。OK， 因为真就是咱伫咱的身躯边啊，阮伫美国留学的时，马英九做要白啊，都拢伫收集资料，伊迄嘛是等于一种，伊迄是毋是用电脑的啦？啊，毋知影伊安怎？我是听讲哦，因逐个月拢爱写报告。啊，即马就是讲哦，科技的进步，中国要收集台湾的资料，伊是透过电脑啊，用大数据的即个运算的方法来收集这资料啦。啊，我是感觉做一个台湾人毋免惊这啦，咱台湾人若惊这哦，啊，规个台湾就去了了啊。OK， 所以我是感觉讲颠倒吼，我一个真深的感觉啦。就是讲我伫街头安尼做台独哦，啊，讲台独，台湾爱自民自决啊，建立家己的国家。台湾的社会拢感觉讲，咱已经独立啊啦。咱即摆国名叫做中华民国，啊，我是主张爱推翻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啦。啊，咱的台湾人拢无咧甲我主导啦。OK。啊，但是颠倒感觉就是讲哦，啊，颠倒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军会去注意到我即个建设卡的蔡丁贵，我感觉讲奇怪咧，啊，台湾人都对我都。无要无义啊！啊，颠倒解放军会讲，即个人可能对因有威胁哦，爱甲注意哦。啊，无连讲中国解放军也来，要得甲其他人投降，啊，即个拢袂投降，安尼伊就倒啊咧。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哦，咱台湾人毋免惊这啦，咱也无啥物秘密啦吼。比如讲咱的身体状况，咱家己嘛知影讲，咱就有即个年岁啊。OK。可能亏力也无介济啊，啊嘛无啥物钱啦。啊，若我有啥物官司的记录，啊，迄法院查得足济啊，迄个几啊高一塔。是，但是这个蔡教授讲着吼，咱讲吼，虽然这个台湾人吼较。拢讲看无你的这个主张也好，但是这个中共看到，但是咱讲啊，伊要收集的这个资讯也好，亲像你头拄讲的这个官司哦，这个记录也好啦吼，还是讲你的年岁、你的健康资料，那是这换做是蔡英文、蔡总统，这是毋是对代志大条吼？咱若看到讲吼，这个晋华数据资料库啦吼，就讲吼，每一个监控者会当分出着73个这个单位吼，包含你叫做啥名，你是查甫查某的吼，还是你的年岁偌济，你有结婚啊无结婚，还是讲你出世的这个地点吼，佮有这个基本这个个人资料啦吼。另外，伊安怎去收集的吼，就伫这个面册头顶、Twitter 头顶、IG 头顶、TikTok 等等啦吼。无共的社群网站的使用者的这个名称，也是讲政党你的倾向啦吼，甲你的这个厝内底人，也佮有这个相片，会当做一寡参考的连接。咱讲吼，伊就是安尼一步一步，豆豆伫你遮的这个资讯吼，拢甲你提起啦吼。这当然，大家讲哇，我就是安尼公开，我就是安尼使用社群媒体，无问题啊。但是问题伫倒，咱个请教江教授。头拄啊，主持人讲了讲，即马晋华数据公司，伊即马摕到的资料差不多80%，这是公开的资料。但是头拄啊，蔡教授嘛是有讲了讲，即马因为科技的
进步，所以在公司也在用演算法去分析在个人的资料。其实伊即摆摕到的情报，甲较早的摕到的情报，这意义是无共款。意义上无共款。意义上无共款，所以咱即摆提出来伫网络观点公开的资料，其实伊把这资料拢整理起来、分析起来，也会使得出讲这个人可能伊的个性，伊的人际网络，啊，个伊的爱好、伊的习惯等等，啊，第二种其实20%，迄剩的迄资料啥物，咱即马其实也无看到全部的资料，咱即马看到一个头尔，所以这20%，伊可能是为非法的方式去摕到的资料。譬如讲，台东主持人有提到讲，有一寡个人的资料，伊是较敏感的。譬如讲，咱的犯罪资料、司法的资料、犯罪资料、司法的这些资料，到底是要影响啥物？嘿，啊，佮有健康的资料，嘿，拢是较敏感的个人的资料。啊，尤其是在重要的人物，比如讲蔡总统，伊的健康的资料，唔是讲是影响伊个人尔，佮影响伫规个社会、规个国家。所以若有人要偷摕伊的这个人的资料，这绝对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OK， 有影啦吼，就是讲已经唔是这个个人赞助尔啦吼，其实吼，若是讲要公布掉这个蔡总统到底有健康啊无吼，就是真正是国家安全的这个赞助的这个问题吼。另外，咱们要继续出来看讲，这个学者这个保定伊是安怎讲吼？伊讲吼，可能是这个中国政府直接要求这个进华。来去做一寡收集的这个动作特定背景也是族群的这个资料啦，或者是讲直接我就开名单给你，亲像咱头讲的蔡教授，我就直接开给你我要甲这个蔡教授做一寡监控啦另外，咱阁请这个张教授啦咱来看讲，其实头拄已经讲这个八成拢来自这个公开的这个社群媒体，咱讲等下会好讨论到，亲像这个银行这个记录也好啊，心理档案啊，司法文件，咱司法文件应该当知影若是你有去拍官司的，一般人无要去用公开，但是透过这个人际网络这个收集起来，有一天伊若是归他，可能就对这个人有影响啊吧。咱继续请教张教授。是我感觉伫咱台湾社会是一个对个人的资料甲迄个这个安全无啥重视的社会。对啊。大部分的人可能认为这个我唔是足重要的，所以讲我的资料互人知影嘛袂要紧。第二是咱的社会有一个特质，就是你每一个所在定定拢会问你足侪你的个人的资料。你去办迄个啥物这个商店买物件，你就讲是毋是办一个会员？ OK， 会员就会当登记身份证，登记你的手机啊，然后你是毋是有迄个这个 email address， 就是你的这个电子的这个信件，然后咧，当然有你的名嘛。是。所以咧，每一个所在定都爱台湾人提供各种的资料。所以这个。假使这个资料库这个安全无讲足好势亲像中国这种的公司爱摕到台湾人的资料讲实在是足简单的代志。第二咧，就是台湾人足侪人拢爱用迄个社群的媒体。有啊。但是社群媒体定拢是用你的手机啊号码去绑。所以讲咧，我亲像伫网络看到一个人，我就足简单就会当找到伊的手机啊号码是啥物。同款的意思，我知影一个人的手机啊号码我拢会当知影讲你伫重要的社群媒体你是啥物名。OK。然后我知影这个人是啥物名，我当会当去看啥物人去甲你按赞，还是啥物人较介意伊讲的物件。所以咧，每一个人伊咧政治的这个支持的程度 ，OK， 伊这个人到底是蓝色还是绿色？到底是支持啥物人会当摕到一个足完整的资料。因为台湾所有的选举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即马决定候选人拢是用民调。民调咧，拢是靠你的电话。所以讲，假使中国爱操作台湾的民调伊就会当去找讲台湾倒一个啥物人是较支持啥物人是。你咧民调的程序，这个 program 就会当设计，就是电话拢卡互迄款的人。安尼结果当然就是这个人的支持的程度是较悬啦。是。这个讲实在伫这中国加这个罗西亚俄罗斯去影响选举的时阵
这种现象已经愈来愈明显。就是讲我即摆民调看起来是足公平啊，我敲1000通电话出去吼。基本上拢是这个支持这个什么候选人，比如我支持江教授的500个，支持中国社可能200个，结果咧这中国社当然就已经输予江教授嘛。但是咧，事实上我伫这个设计的时阵我已经设计好啊，我咧电话基本上拢敲去。互迄个支持伊的人，我已经知影讲倒一个号码平常是较支持江教授的，所以咧，我这个时阵电脑就设计敲过电话拢是伊。所以一般认为讲，我当然知影讲，这个电话号码的人是支持啥人咧，足简单。我这个电话号码，这个我知影就是伊绑到一个社群媒体，伊伫这社群媒体，这个到底伊是拢是拢支持马英九，还是种支持蔡英文，我就知影这个人到底伊是哪色个绿色。然后咧，然后伫共一个政党，伊这个政党内底伊是支持 A 还是支持 B， 我拢知影。哇！所以我电话中敲伊互伊，所以民调结果拢会当影响。这个当然技术上我个人了解是无啥困难。无啥困难。重点是你是毋是违反这个自身的安全的相关的规定去摕到这。但是对中国来讲，伊敢有咧管理台湾的自身的安全？伊就是要影响你的选举啊。对啊，伊哪有去遵守你的法律？伊无可能去遵守你的法律嘛。伊重点就是要影响台湾的政治。所以我个人感觉伊也知影台湾人的个人的资料，你咧健康、你咧司法迄个可能毋是伊上重要。OK。伊上重要是知影讲每一个台湾人伊到底是会支持什么人？政党的支持。政党的支持程度，然后伫这个上重要的时阵伊就用民调的方式伫去影响去操作对台湾人所有的民意，看起来是拢无问题。其实上已经是伊想要爱的结果。所以这个选举的民调会当操作啦安尼对于咱讲整体这个社群媒体有人就是伫遐表态，尤其咱讲这个时阵伫咧社群媒体政治表态，大家台湾人是无咧暗看的但是这嘛是一个方便啊，但是有人就是借着这个方便来去做一寡操作。蔡教授，你安怎看咧？张教授讲的这，我完全同意啦。就是讲，伫台湾，咱嘛会当看到一寡人，伊就是利用台湾的自由的空间，在破坏台湾的自由嘛。是。伫美国嘛是共款啦。中国共产党伊咧派因家己的中国人去美国做生意，成立公司。你看起来嘛，感觉讲这完全拢符合美国的法律的规定啊。但是伊的动机，伊有趁钱无趁钱是较基础啊。是。伊较重要的就是讲要安怎去收集这资料，然后去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比如讲伊上界大的目标就是讲叫美国政府啥物人当选总统，伊唔通继续大力来支持台湾嘛，这是伊上界优先的战略目标啦。所以我是感觉讲，伊即马川普伊嘛是咧计较讲这中国。是安怎？这公司爱甲禁过来，因为过去伊就是拢利用安尼，在影响选民嘛，来破坏公平的选举啦。所以即马到底是讲美国这边的选举投票出来，到底是会变安怎？嘛有人就是讲伫中国有人派去，就讲土博的人，伊是认为家己是中国人，走去即马变做美国人啊！伫纽约在做警察，伊嘛是咧帮忙中国政府在收集资料啊。是。伊收集资料的范围是咧收集伫美国的土博的人，遐在反对中国政府的啦，安尼来互中国政府的人来对付这人，这人就伫国际上就搁愈来愈无声嘛。安尼就表示讲中国政府伫土博、伫新疆是东土耳其斯坦。因的统治，国际拢无人出声，拢无人反对，安尼伊就要做大外宣，要做国际宣传，伊就无人会感觉讲中国安尼就真统治了真好势啊！其实伊后壁所暗藏的，就是足济在破坏人权的代志嘛。所以美国人是讲起来是较袂像这个中国共产党遐干巧啦。所以就是讲伊这。伫1990年，我迄阵按美国要回来，我就甲美国人的朋友讲，你唔通对中国很干巧啦，因为咱台湾人
甲中国的隔壁尔。啊，咱就知影讲哦，这中国国民党啊，中国共产党哦，你若家当做一个普通的政党哦，啊，你到尾也一定吃亏的啦。哦，啊，这90年到即摆就30年尔，啊，30年就看起来就知影讲，真正美国即摆开始小可感觉讲哦，安尼敢若唔对啦。比如你本来美国是要互中国趁钱，啊，互伊内部的民主自由，搁来愈开放。但是中国趁钱了，伊就无咧创这啊。伊内底作善的嘛，要搁作这啊。是。哦，香港也要讲压迫，啊，土博也要压迫。弱势的族群拢要讲压迫，啊，然后较世界去压钱，啊，收买，啊来甲美国要来对抗讲哦，你我袂介意你做老大哥，我要甲你拼，啊，美国感觉讲啊，你甲我拼，我就甲你缩起来啊，所以即摆的贸易战其实真侪人拢无感觉讲哦，就爱看到枪，看到炮，哦，看到飞弹，较讲这是战争啦。其实美国甲中国已经战足久啊嘛，已经战足久啊，这是一种这个混合战。过去应该是讲哦，美国拢让中国战啦，久在伊撑，久在伊恶，啊恶甲美国都要倒去啊，美国嘛爱较醒啊啦吼，伊就美国即摆啦吼，所以咱要带观众朋友先来看吼，中国偷摕这个个人资料这个手法吼，大家咱头拄一直讲到80%公开社群媒体这个档案吼。哦，包含着面册也好啊 ，Twitter、Instagram、LinkedIn 啊，其实咱吼台湾人嘛真正咧使用这个微博啦吼，也是讲咱过去咧讨论这个爱奇艺啦、等等这个媒体啦吼，真正这个个人资料拢直接互这个偷摕去啦吼。头拄啊，这个咱蔡教授讲到吼，吼，即阵吼小战其实唔免用着枪，唔免用着炮啦，混合战这个形式啦吼。那么看到讲半个月前吼，美国司法部嘛起诉5个中国的这电脑工程师，因透过这个 hacker 这个组织吼，来去吼偷摕这个部分吼，一寡资讯拢甲你偷摕起来吼，咱嘛看到这个趋势啦吼，先做来看。美国司法部指控5个中国骇客，甲2个马来西亚的生理人共谋，涉嫌针对时事游戏公司网络犯罪，透过诈欺摕到游戏当中的物件甲货币，而且佫摕去卖。To steal source code, customer account data, and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Also defrauded video game companies through manipulation of in-game resources to increase their illicitly obtained income. These for-profit criminal activities took place with the tacit approval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其中3个中国籍的嫌犯，捌伫中国网络安全公司担任高级经理，涉嫌用网络冒用别人的身份来洗钱。That's a billion-dollar industry. And defrauded them of in-game resources. 2 of the Chinese defendants stand accused with 2 Malaysian defendants of selling those resources on the black market through their illicit websit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a demonstrated history of choosing a different path, that of making China safe for their own cyber criminals, as long as they help with its goals of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tifling freedom. 起诉内底嘛讲到，台湾、香港、美国等10几间杰出的大学，拢有原本受到保护的电脑防入侵。2018年到2020年之间，因伫超过75个服务器当中，看过至少4200份的文件。美国司法部表示，5个中国嫌犯伫中国是逃犯，因若美国甲中国并无引渡条款。2个马来西亚的嫌犯目前已经互抓到啊。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头拄也讨论到这个80%的这个公开资讯也好哈，啊其实佫有这个20%吼，咱讲伫咧线下啦吼，咱讲吼其实这才是较严重的这个 hacker 的这个行为啦吼，尤其吼咱头拄嘛有讲到，咱讲银行的资料也好，也是讲吼这个犯罪甲官司的这个记录，继续咱要过来请教江教授啦吼，这个 hack 这个动作，其实咱嘛是讲到是一种混合战的一部分啦吼，这个混合战，咱头拄啊蔡教授嘛一直去讲吼，其实唔免笑。唔免这个吼跑吼，其实就是要影响你吼台湾政府也好，美国政府也好，互你的政府的信心崩盘，人民对你的信心崩盘，啊吼达到伊的目的。继续，请教教授。是，咱若是讲战争的时阵是一个黑色的时间啦，哦，和平的时阵是一个白色的时间。混合战、混合威胁、资讯战，即卖的时间就是一个灰色的时间。啊，头拄我是感觉张教授讲的做有道理，伊嘛提供一个最清楚的迄例子啊吼。安怎我利用在公开的个人的资料，我会使操作你的
政治，我会使影响到你的选举。其实是比用军火、比用钱更较俗啊。我会使买你的媒体啊，我用你的媒体去制造特殊的意见，去影响这个台湾的社会。其实安尼是比一个战争更较俗、更较有效啊。好，所以咱即马讲的这主信战，还是混合战，其实我是感觉讲，头拄啊张教授嘛有提到讲，台湾人的警觉性应该提高。提高吼，因为即马用这个人资料，不管是公开的个人资料，还是这用非法的管道去处理个人资料，其实伊会使做的代志，即马用科技的力量，是比较早爱做代志的。嘿，另外一点呢，我想要提醒大家是讲，中国的网络的环境甲台湾是完全无共款。中国的网络环境有一个网络的中邪，伊是把外口的资讯拢挡伫外口，伊会去查你讲啥物话，今仔若讲话讲唔对，马上可能就有警察去甲你敲你的门啦但是伫台湾，咱是自由的环境、自由的空间，所以伊会使利用这自由的空间，伊会使凊彩讲伊想要讲的话，伊会使买伊想要买的公司，伊会使影响到这台湾社会的这意见。所以我感觉讲，即马中国甲美国伊这贸易战也好，科技战也好，其实是美国伊嘛想要把这无公平的环境甲伊。超正，因为较早是你拢会使伫我的国家内底，你啥物拢会使做，但是我去你的国家，啥物拢袂使做。那即马呢，大家应该是爱甲伊超好正，互两边拢会使公平的竞争。安尼嘛是，这是一个较正常的，不管是政治上、商业上，还是科技上，大家嘛在咧公平的竞争嘛。有影，但是这个公平竞争吼，其实中共拢要拢无咧甲大家插啦吼，尤其咱讲到吼，美国咧推测啥？美国咧推测这个 CleanNet， 咱头拄仔嘛讲到吼，清气这个网络，咱台湾是模范生，但是中共即阵吼，这个因外交部长伊讲吼，设一个新的要创造一个网络安全的一个机制啦吼，但是咱头拄仔嘛讲到，网络的控制吼有断层安尼啦吼，安怎讲话就安怎会监控吼，安怎去使用网络就安怎会咱讲爱去搬围墙啊，才会看到外口的这个世界吼。中共伫遮要制定一个网络的这个新的世界、新的这个秩序，但是因所唔知影因过去安怎去因害着咱讲因中共家己的这个内部的人民的使用网络，张教授安怎看？这个我认为是足正确。头拄仔蔡教授讲中国甲伊监控，但是蔡教授是一个足勇敢的人嘛，而且伊长期就主张台湾独立嘛，大家拢知影，所以中国监控伊是这个足正常，伊嘛无会惊，因为伊无去中国做生意啥物吼。但是咧，头拄仔就是江教授嘛讲到，就是中国遐尔啊侪个这个骇客伊会当害台湾人的网络可能台湾人就会惊亲像我可能普通的时阵，我有看一个较支持民进党的媒体，还是较啥物较支持绿色的，较支持台湾本土的这个媒体可能中国的骇客就会当甲伊监控。OK。未来咧，伊可能去中国做生意、读册的时阵就中国要警告你这个人思想有问题。所以咧，中国唔免来台湾统治伊就会让对台湾人的思考、对台湾人的思想形成一种的限制。是。这个我感觉是这个中国的这个黑客这个对咱台湾民主的政治甲台湾的自由上大一种的影响甲侵略啦。就是因为你想啥，你看啥，照你讲是咱的自由嘛。但是咧，你假是讲你咧网络是互伊监控，还是讲无监控，但是凊彩就会甲伊这个害入的话这当然就是伊啊甲你威胁的时阵就互你威胁，所以可能足侪人就讲会惊啦。所以讲主动就家己限制家己咧资讯，家己咧这个爱看什么所在，爱看什么媒体家己也家己限制。这个我感觉对中国来讲是伊希望达到的目的啦。OK， 所以这个目的也阁真深了。安尼讲起来，就是讲真正咱咧看这个媒体也好，还是讲看什么部分，伊拢会当收到这个资讯咱的资讯咱咧送到中国去，其实下摆你买手啊，是你家己无要去做生意，恁这个后生查某囝下摆若要去中国。唔免讲去发展去遐做一寡这个观光旅游，
拢会受到这个监控的吼。所以咱讲到这是一般人的赞助，但是遮吼，咱阁看到真济，咱讲现任的外交部长也好，前总统也好，咱讲的这个吼，亲民党的这个主席也好，还是讲过去的这个民代也好啦吼。另外，阁有艺人，吼，阁有主播，阁有这个罪犯吼。所以咱讲，伊的赞助分了这个真济吼。咱头拄也讲到。中国已经收集到200多万笔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唔是干那台湾尔吼，美国嘛有，全世界拢有吼。啊，除了咱头拄讲的这个台湾这个部分啦吼，尤其要阁请教蔡教授，咱头拄讲的台派受到监控，统派嘛会受到监控哦。我想这是一个资讯战，是中国要对民主镇压的一个总体战 ，OK， 民主镇压总体战，嘛是叫做混合战，是，所以讲伊所用的步数，差不多伊想会到，伊拢会用啦。伊无咧分讲要飞弹是军舰啊、航空母舰啊等等啦吼，伊这资讯嘛是其中一个真重要的，因为头我刚教授讲嘛，这个上俗成本上低，是，就资料收集的，到时伊要找要来。攻击独派，还是要来收买统派，这拢伫伊手里拢有资讯啦。攻击也好，收买也好，伊拢有资讯的。伊要收买，就讲这个人差不多偌济钱，伊就买会行。伊就私底下开一个介绍好伊啊。是。这个要打击的，伊就感觉讲这个人是较惊啥？伊就去找伊弱点嘛。人加减拢有弱点啦，所以这个人就是爱培养信用。你若无信用，拄着困难的时，就会惊吓嘛。惊吓是人的本性啦吼。所以伊收集这，就是头我张教授讲的啊，伊就是要了解所有遮的人，伊感觉讲遮的人对于未来要侵占台湾，可能有的人是会帮助伊，有的人是会反对的。伊就是拢爱有掌握啊。是。所以头我主持人有讲着讲，美国即摆咧。要建立一个 CleanNet 啦，叫清气的网络啦。这其实要甲主持人甲咱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啊。当时这个伫即阵的资讯战进程真侪台湾遮亲中的科技界的人，拢赞成讲台湾就是爱去甲迄个中国的网络爱有一个连接啦。OK。当时咱台湾有一阵守护台湾的叫做治安啦资讯安全的这个教授徛出来反对。所以现在美国这边的这个清气网络的设计内底，甲台湾放伫伊的这个模范生内底。模范生内底是因为台湾迄阵差一点啊。去互马英九甲买去啊，好甲再顾有掉所以即马就讲，咱是中国侵略的目标啦。但是咱家己遐专业的算讲人士，人伊就有警觉像我这就较无警觉啦，我这就是顾在监控啦，反正我就一条命甲你赔就好啦。但是就说你要顾台湾，就是爱有人顾前顾后所以。像因读法律的啦，读这个资讯安全的，警觉性爱有，警觉性就比咱较敏感嘛。OK， 对不对？所以我是感觉像这所有甲中国有连接的，我是拢较赞成像川普总统安尼啦，就是爱甲切落断。切落断啦，切落断，伊就无机会来渗透嘛。OK， 那嘛无机会来收买，嘛无机会来分化。所以就讲。过去美国就是放股债啦，伊就感觉讲我足大尾啊，已经都足大。你中国迄个比我龙武献济，我放互你足好啊啦，个钱拢放股债，你谈迄个最惠国拢唔免关税，股债你这个待遇真正吼，这个中国安尼爬起来实在是美国嘛看到这个危害伫啦吼。咱嘛看到讲，其实头拄除了这个个人的这个赞助受到这个总统家若是讲对着整个这个国家安全这部分，咱头拄嘛讲到这个APT41的这个部分咱看到有5名这个中国籍的人，有马来西亚的人，因虽然是透过游戏啦来甲你 hack 来入去你的系统。那么大家也有印象过去咱讲伫咧5月时阵，台油也好，阁有真济咱讲中油啦阁有台电也好啦拢受到这个侵害啦咱讲真正这个 hack
若是入去咱台电的这个系统，中油的系统啦吼，会出现什么影响？咱继续请教江教授。其实太多蔡教授又提到讲，即马主行证还是混合证，伊是各种方式伊拢会来。哦，那譬如讲，太多咱是讨论真侪个人资料，这情报的收集，还是讲影响台湾人的思想，啊，你的意见，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其实咱即马足侪物件拢是用电脑来控制，所以我若是有办法害入你的电脑的系统内底，譬如讲台电，我互你停电一工。这对台湾的社会的影响是足大的哦。经济嘛会影响啦吼，无法度做事吼。啊，咱讲吼民间的这个民众嘛会有反应吼。我嘛是感觉讲，政府在创啥物？我可能对政府对无共款的想法，嘛影响到选举啊，政治的气氛啊。所以真正嘛是有发生过讲，这主行政伫国外的这敌人，伊用控制另外一个的电脑去影响到伊的。电厂 ，OK， 电厂吼，电厂啊，互伊停电 ，OK， 啊，互伊停电，咱会使想看觅，若是台湾去有控制，停电一工，停电一礼拜，还是停电一个月，有偌济生意，偌济人会去影响到。影响到了吼，真正，若是讲这个经济受到影响，我想真侪人如果起跳起来吼，但是这都是爱看到这个背后吼，若真正有这个 hacker 的这个组织来去 hack。咱的这个系统吼，真正爱继续来去注意。另外，咱嘛有个经历到吼，针对这个进华数据资料库这个外漏吼，各界这个回应吼，头拄仔咱一直讲到，虽然这个资料库相对较细啦吼，但是亲像较重要，这个偷人伊的这个社会网络度会透过这个80%这个资讯，咱讲头拄仔有70几个这个单位，安尼塔起来。其实伊的这个吼 picture 就真明显啊吼，那么看到讲吼，真正这个系统关联较细，但是甲这个统战也好，解放军的这个关联较济啦吼。另外，这个苏志芬苏教授嘛讲吼，个人的资讯原子化以后吼，这个整理一遍，就当有做出高价值的这个资讯啊。中国就当照这个办法来去找到目标任务的这个方法，甲影响到目标任务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新教授也好，所有专家也好啦吼，拢讲了非常好啦吼。头拄仔佫回到着咱头拄仔讲台电还是讲中油这个部分啊 ，hacker 这个组织，中共这个 hack 组织，其实无一工咧休困啊。咱继续请教张教授。是，所以这个头拄仔江教授讲的足清楚，即马这已经是一种战争的手段了吼，而且即马这个普通的时阵，伊会这个演习，真正发生战争的时阵吼，这个伊家是来影响台湾的重要的这个设备，这个对台湾的经济，这个作战甲这民生影响是非常之大。所以咧，咱即马台湾上重要的物件就是吼。足侪的这个一般这个资讯的设备吼，拢是甲中国来的，还是中国有关系。因为咧，中国伊即马是全世界的工流嘛，所以足侪资讯的设备吼，这个拢是伫中国制造的。所以佢可能这个承包政府的工课，你袂当直接挂中国的名，但是咧，伊用这个外口的这个转投资的这个公司吼。亲像我最近有看到，就是台湾的这个台北市的这个 U-Bike 的系统吼，伊这个电脑的系统，这个就是一间有中国背景的公司啦。哇，这个你这个 Easy Car 你的资料安尼一录落去，你的资料就去中国。对，你录落去吼，这个就是因为足侪人是用迄个悠游卡去做嘛，所以悠游卡嘛是这个记名的嘛，所以这个资料嘛是会当入去，所以中国是用各种的方式来收集台湾的各种的资讯啦。是不只是咱这个公务人员，还是你有报这个个人的资料伊怎有可能这个互中国收集？你这种借一个脚踏车，这个公家脚踏车，你拢有可能。所以咧，即马政府讲爱成立一个叫做我这几工以前有看到新闻，讲叫做这个数位发展部啦。OK， 就是爱把规个政府的这个甲电脑资讯相关的物件爱把伊提升变做一个政府的部会行政与暂处的去处理。我想这是足重要。有影。但是咧，伫这个以前咱台湾至少重要的设备伊该爱清查，就是是毋是有这个中国，还是中国背景的公司制造的，不只是
APP， 不只是软体，还有硬体吼。这个设备吼，我想这对咱讲这个自行车吼，咱袂当讲吼，这个有一个小坑补，结果大坑继续流水，我想这是无效啦。所以咱讲中共一阵吼全面渗透，咱台湾都要全面来去思考，咱讲安怎防渗透，安怎来去解决吼。那么讲到中国吼，已经成立好做第4军，也是第5军吼，陆海空吼，即阵这拢是较无影响，上重要就是这个资讯的部分，因为网军吼已经侵入台湾遮尔久啊，咱台湾人抑个无觉醒的话吼，继续用这 app 吼，继续互人渗透也好。继续互咱吼，真正咱的资讯拢讲传送去甲中国，买手这个影响就是吼，咱讲无法度去想象啦吼。今嘛非常感谢3位来宾吼，来到咱节目现场，来对咱的这个资讯安全吼，毋那是美国甲中国这个安全尔，其实咱的这个台湾的安全，尤其咱这个过去依赖在中国遐尔深啦吼，所以嘛提醒着观众朋友爱特别来去注意。今日非常感谢各位来宾感谢用心的编辑看，咱马仔再会，拜拜，多谢。所以，因这若是讲到吼解放军。